徛伫 ATM 头前想要领钱，不过只要滴到喙暗也是安全无啊，就会发出警报声。使用 ATM 时，请脱下口罩及安全帽。这是台南市全台首创的试验计划，领钱爱甲规张面现出来，多数市民拢表示认同。这样子可以防一些，就是很有骗人的啊那些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得到脸啊，因为你整个戴起来就完全都看不到啊。就是还是很谢谢政府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让我们可以就是提醒大家记得脱口罩。那我觉得也可以避免这些诈骗。也毋过因为 AI 辨识系统无法度跟 ATM 系统完全整合，只有警告的功能。目前只加装伫咧全台南市大约20个所在，主要是用来看人的面，敢有物件砸掉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爱防止诈骗车手。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影响 ATM， 但是我们可以在进去 ATM 的路上看到有人戴着口罩，然后他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警告他请他把口罩拿下来。那这样是一个比较对于这个打诈比较有一点点帮助的地方，政府都可以做得到。针对于有些比较年轻的、没有犯罪经验的或老人外劳的，听到这个，他真的会愿意拉下口罩，在我们的 ATM 前面就可以全程摄影。那事后再侦防，如果一旦有犯罪，警方也可能依据他在 ATM 前面的影像去追查。面对诈骗愈来愈猖狂，台南市率先推动喙暗 ATM 等创新防诈措施，透过人工智慧科技甲现场管理，会当有效提升金融交易安全，降低诈骗风险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